来管理一切。主，愿你赏赐阮平安，互阮众人伫即个时间内面、期间中间，嘛有上帝你同在的祝福甲平安。伫你的内面有平安，真实的平安。主啊，带领阮的服侍，每一个部分，整个的过程，以及这网络系统，主拢会当得到真好的配合，互阮的服侍透过这会当传播伫兄弟姊妹的厝内底，将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
我们开始了。第二帮兄弟姊妹，咱先来唱一首诗歌来陪伴咱的心。圣诗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其实是咱陪伴咱的心。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灿烂的星星，为着愿出世来，所受一切阻碍。你被上帝关这下，而请互你存命。为着大事的敬地，无论明日虽无边，山水花马各光景，日月星星照光明。你被上帝关这下，而请互你存命。为着你嘛的福气，为着心的欢喜，使我无关他心上，有声有影的温柔。你被上帝关这下，而请互你存命。为着温暖的家庭，兄弟姊妹父母情，天顶地上好朋友，关心看顾更温柔。你被上帝关这下，而请互你存命。诚信稳定甲真情，地上生活甲形成。你被上帝关这下，而请互你存命。阿门。陪伴心来祈祷。特别上帝，感谢你恩典极大，你赐好万米，互你所疼百姓，也赐万米，互你所疼的人类。主你的名，就应该伫全地中间受尊重。伫这个特别的时期，我也相信上帝啊，你的名要伫全地中间受传扬。人要尊你最大，人要敬畏你，因为你是管辖万人有。在这段期间，也要证明人的有限，有人需要仰望这位创造、管理大地的主。阮谦卑伫你的面前来敬拜，在这时，愿你引带阮的心来敬拜，用你应该得的荣耀来归乎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各位伫网络顶面三甲敬拜上帝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即粒咱教会第2场的礼拜，咱即马就要开始，请奏乐。
坚定持守所宣认的愿望，因为应允咱的上帝可靠，咱着互相关心，通激励相挺，甲做好事。有一寡人停止自毁，毋通学因的习惯，颠倒着互相劝勉。既然恁知主的日得要到，搁较着安尼。让我们坚定不移地持守我们所宣认的盼望，因为上帝的应许是可靠的。让我们彼此关怀，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要像某些人放弃了聚会的习惯，却要彼此劝勉。既然知道主的日子快到，你们更应该这样。即粒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咱要来吟全首。为着美丽的地面，咱的上帝永远是通感恩、通信靠。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灿烂的星星，为着万出世来所受一切阻碍，地面上的万这下，请靠你尊名，为着大事的敬地，无论你一岁无比，山水花木和光景，日月星星着光明，地面上的万这下，请靠你尊名。为着你梦的福气，为着心心的欢喜，使我无关他轻松，有声有影着温柔。地面上的万这下，请靠你尊名。为着温暖的家庭，也伫姊妹父母情，天顶地上好朋友，关心看顾个温柔。地面上的万这下，请靠你尊名。为着这大晚会，白白小数愿真累，我相信稳定甲真情，地上生活甲永生。地面上的万这下，请靠你尊名。阿门。甲闭慢心来祈祷。阮伫天然的阿爸父上帝，伫7日的头1日，你众百姓拢来到你的面前，阮要来共同敬拜你。阿爸父上帝，阮知，只要阮若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就要接纳阮一切的敬拜。阮大大感谢你，恳求你来看顾台湾这个土地，受疫情的影响，有侪人行动拢受到限制，尤其是因的经济拢受到影响。恳求阿爸上帝，你来可怜这个土地的百姓。虽然这个土地的百姓有95%拢毋捌你，无要相信你，但是你为着你的囝儿，你有缘要来怜悯因遮的人，要来怜悯这个土地顶悬所有的人。主，恳求你看顾
互即个土地疫情会当紧紧来离开，也互遐个伫第一线伫封闭遐医护人员，恳求你赏赐因有体力、有精神，来徛伫第一线来防止即个疫情搁来扩大。恳求你，互台湾的政府要来采购这疫苗的代志，会当顺序来进行，互台湾的百姓会当早早来注这个疫苗，互阮会当拢有健康。恳求阿爸上帝，你看顾帮助阮。主啊，教会做兄弟姊妹，可能因为即阵的关节的关系，所以因的经济受到极大影响。恳求阿爸上帝，你看顾这兄弟姊妹，你有缘互阮教会有较大的爱心来付出伫这兄弟姊妹的身上，互因会当伫主你的听的内面来安全来度过这个特殊的时间。恳求你帮助这兄弟姊妹，互阮会当来了解这兄弟姊妹因的艰苦、因的困难伫哪落，阮会当伸出对你遐来的疼心来帮助因。主，我恳求你帮助教会做兄弟姊妹。这段时间，阮透过网络来聚会来敬拜你，但是阿爸爸上帝，你也帮助这兄弟姊妹每一个拢有较坚定的信心。阮无因为无来伫教会，所以因就离开你，因就哪放松。阿爸爸上帝，恳求你帮助因，你的圣心感动因，互遐伫网络顶面聚会兄弟姊妹，甚至是伫厝里的兄弟姊妹，有缘透过网络来感受你甲因三甲同在。你有缘要祝福互因的家庭，要互因每一个人拢有得到你的听。阮大大感谢你，我也恳求你看顾公园教会，互公园教会做事工的推动，拢无受到影响。虽然阮拢透过网络的联系的关心，但是阮是出自对你的听的关心，所以阿爸上帝，阮相信，阮伫关心的时，你的圣心就要感动阮彼此，互阮彼此拢会当伫你的听的内面，搁较紧密的结合，也互阮甲你的关系嘛会当搁哪来哪好。恳求你公园教会所推动一切的事工，拢会当顺利来完成。感谢你，阮安尼祈祷，拢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即点咱要三甲来看经文，经文第60篇。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若无真爱，我就亲像落伫弹，喇叭伫响。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为了解逐款的奥秘，甲逐款的知识，我若有教育的信心，通移山倒海。若无真爱，我就无路用。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若无真爱，对我拢无利益。仁爱是宽容，真爱是慈悲，有仁爱就袂嫉妒，袂夸口，袂骄傲，袂做见笑的代志，袂求家己的利益，袂快生气，袂扣分，袂爱不义。只有爱真理。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盼望。对一切有耐心。仁真爱永远存在。
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是暂时，讲灵语的文书会无去，知识嘛会无去。咱所捌的有限，咱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嘛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一个落来，迄个有限的就消失。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想法嘛亲像囡仔，当我已经成人，就像囡仔的事拢放煞。咱现在亲像照镜伫看，雾雾无明。将来会面对面看清楚，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将来会完全了解，亲像上帝完全了解我。安尼信、望、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咱过来吟一首圣诗，圣诗第22首，主地正手，圣诗22首，咱们来吟全首。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写字，写出真爱关灵的话。咱将拄甲失败，咱胜利甲目屎，伫主上帝正手拢有记载。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指出咱应该行的路。咱所往有道，真容易挂怀带，伫主上帝正手，咱受引带。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讲叫照到贪恋怨恨，咱自私甲自利，咱骄傲甲无义，伫主上帝正手，拢受攻击。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扶持，扶持着踏跋倒的人，伊认得咱的名，对假写中的写，伫主上帝正手，咱受有情。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一直抱吹着体心灵，伊安慰真奇妙，伊听谈三袂了，伫主上帝正手，咱受伊治。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再情自由毋放真爱，愿世界正主名，当行去伫三亲，伫主上帝正手，正做一体。即粒咱三甲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
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比列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接着，咱要来看上帝的话。今仔上帝的话记载伫以弗所书第4章11节到16节。以弗所书第4章11节到16节。伊所示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养的，甲教导的。伊安尼做，是要装备上帝的子民，通做侍奉的工作，来建立基督的体。最后，咱拢通对上帝的囝有一致的信仰甲认捌，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完全的程度。安尼，咱就无过做囡仔，互欺骗者编造出来所有错误的学说，拖得行，飘来飘去。咱反正着用疼心讲真实，伫各方面用最头的基督做目标来成长。对于身体的逐筋节互相连接、相支持，逐个机体发挥应该有的功能，互规个身体长大，用疼建立起来。我在华语念一次，他也是赐恩赐给人的那一位。他指定有些人做使徒，有些人做先知，有些人传福音，有些人做牧师或教师。目的是要准备上帝的子民为他工作，建立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最后，我们将对上帝的儿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我们将长大成熟，达到基督那完整的境界。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再像小孩子中了人所编造巧妙的诡计，随着各样学风飘来飘去。相反的，我们要以爱心说诚实话，在各方面向着基督不断长进。他是头，整个身体都依靠他，借着各关节经络互相配合，彼此联络。这样，当各肢体发挥功用时，身体就会在爱中渐渐长大，建立起来。所以，咱要来请咱本堂的牧师，要来分享上帝的信息，用爱心讲诚实话。那请咱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的疫情。这个关节延到7月12，所以佫加长2礼拜。这段时间，咱犹原伫咱的厝内底来三堂来敬拜，所以咱学习伫厝内底咱独处，伫厝内底咱无对外遮接触的时阵，咱伫厝内底有较侪这安静的时间，所以咱着看要怎样安排这个时间，可能学习要较读圣经。要较读亲近上帝，这段期间，咱嘛会当学习用电话、用网络视讯来跟兄弟姊妹三堂做伙。
咱三甲来祈祷，主耶稣基督，你万行事相信拢有真好的安排。你是独一的上帝，你是掌管一切的上帝。伫万行事，你最王掌管，你无改变。世上侪事拢会改变，但是上帝你无改变。所以，阮依愿会当来倚靠这位未改变的上帝，愿你伫阮中间来掌管。我也相信你要将平安赏赐予阮每一个。这个平安是真实的平安，世上的人所袂当夺取的。伫你内面有真正平安，所以这疫情不断改变的时阵，也恳求你，予阮学习安息伫你内面，平静安稳。主安尼，我就会当伫你内面重新得到快乐。也这段时间，阮重新有一个新的开始。愿上帝引带帮赞，今仔日阮恳求你，神带阮进入到这个敬拜内面，予阮兄弟姊妹伫无共款的所在，同一个心志，拢注目伫阮的主耶稣基督。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兄弟姊妹，今仔日咱要来用一段话，咱真熟，也可能你捌用过的话来相同来分享。今日咱的主题就是用疼心讲诚实话。不过这句话呢，伫这个翻译中间，有可能咱需要重新的解说。这段话伫咱过去教会中间，常常也捌听过。这句话有兄弟姊妹嘛，照安尼去运行。但是呢，我捌听到是，当人用这句话去做的时阵，教会出一寡的纷争、紧张的关系。举一个例，有人捌对我讲，黄通佩，圣经讲，咱得要用疼心讲诚实话。所以，即马我照圣经这句话要甲你讲，我对你的感想。你安尼穿衫足随便，拢袂晓穿差，甚至佫乌佫瘦，看起来真正爽爽安尼。是的我这是用疼心讲诚实话啦迄个时阵，我拄对屏东去到台中读大学，看起来就真正安尼装脚爽。厝内底嘛，毋是真好夹，着衫俗俗买，有通穿就好。南部的日头有较大，所以看起来就真正乌佮瘦。伊用疼心真诚实对我来讲出伊对我的一个观点。结果呢，伊的疼心互安尼艰苦过来工。安尼写做安尼乌乌散散，安尼爽爽安尼。后来我有思考，发觉咧，伊用即句话来讲出为伊的观感的时阵、感想的时阵，我无一定爱接受还是讲，当伊安尼讲的时阵，敢是真正圣经安来讲？为什么即句话用出来的时阵，拢会产生遐大问题？后来我思考这个代志的时阵，有几项。第一项，伊所讲的话，无一定是出伫疼。有可能是表现稳重伫伊内心的一种的骄傲。第二，伊咧讲这是诚实的话的时阵，其实可能是讲出真诚实，讲出伊家己的观点。但是诚实话，无一定是真理的话。乌甲瘦无一定歹看啊。所以呢，我来读圣经雅歌的时阵，这句话我就真爱用啊。他虽黑，却秀美。所以呢，这句话我读到的时阵，就小可真安慰。我是乌，还佫生做好看。乌嘛是一种健康的肉色啊。所以咱毋通随便用咱家己的观点去评论一个人伊的外表、甲伊的出身，因为咱毋知影这个人将来会变做怎样。所以这就是咱用疼心讲诚实话的时阵，常常会产生这个问题。这个诚实话是你家己的观点，无一定是正确。疼心有可能是
你稳重内面的无共款的一个动机意义。所以用听讲话较对，这个听是爱造就人的听，帮助人的听，安慰别人的话。如果咱来用拄则即句话意思，咱所了解的这个意思，来读《以弗所书》第4章11节到16节的时阵，咱就感觉即句话伫即段经文内面，敢是真自然，还是无真自然？即段经文，咱是讲到教会要成做一间成熟，会当发挥教会功能的一个条件甲目标。来起造教会，互教会会慢慢长大。咱信主耶稣基督，诚做上帝的儿女，圣神住伫咱的内面，咱诚做新造的人。然后上帝爱咱每一个人，灵命会当成熟，目标就是像基督。然后伫听的内面，咱会当同心来起造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不过，即段话中间。伫这个过程、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间，伊讲起爱提防一项事。伊讲，咱就无过做囡仔，互欺骗者编造出来所有的错误的学说，拖底行，飘来飘去。有这段话了后，再搁继续讲即句话，讲就咱反正着用听心讲真实。伫各方面用基督做目标来成长，所以这句话运用，咱是伫整个起造教会成熟的过程中间插入一句话。为什么插入这个所在？后来查考圣经的时阵，用听心讲诚实话，这句话可能甲咱过去所理解的意思无啥共款。伊真正意思，咱是讲到伫听的内面。宣告真理，伫听的内面持守真理。因为即句话头前是讲到伫当时以弗所的教会内面有出现真侪假先知。这假先知因心中无听，是为着家己的利益，欺骗教会内面侪也未成熟的信徒，将因拖底行，互因偏离信仰的正路。所以，为着抵挡这个歹，保罗伫这个所在插入这句话，咱应该甲这个假先知做无共款的代志。咱就伫听的内面，因是无听，为着家己的利益。但是现在，咱不需要伫听的内面，为着听教会，为着保护这个属灵的细汉囝，为着教会利益，咱就要坚定宣告真理，传扬真理。持守真理，行伫真理的中间。囡仔有一寡的特征。保罗看免有所教会信徒讲，毋通停留伫囡仔的阶段，做囡仔的代志。伫圣经另外一部分，当然是讲到囡仔天真非常可爱一部分，但是伫这个所在，讲到囡仔一个问题，就是无够真理的财物。以及经验，无多正确来判断是非好歹，所以真容易互人骗去，陷入假先知巧妙的计划。常常囡仔咱若带出门的时阵，咱目睭就爱认认啊看，目睭袂使离开咱的囡仔骗去的时间。离开骗局，可能过分钟，就互骗去，互带去。所以你若带囡仔出去，还佫细汉的时阵，你来看斟酌，安尼盯着孩子看，袂当互伊离开你的眼神。因真容易互人骗去，陷入假先知巧妙计划。这个所在有讲到一个互异教的观念欺骗。伫教会咱的信徒中间，每一个成熟的阶段无啥共款。我伫台北的时阵，有一个教会姊妹改名，我就来问原因，为什么改名？伊就讲，最近生意无啥好有一个老主顾建议伊改名看卖，看安尼生意较好，会较趁钱的呗。
后来真正去改名。生理若爸无比较好啦吼。不过，这个姊妹后来几年中间，伊信仰有真大的进步所以有改变伊的信仰的这个态度，有成长。基督徒因厝内底咧装潢的时阵，伊就听这个计划师的一个建议，讲你门口吼，若摆一个风水的物件，咧对厝内底后摆较好啦。真正去装。这就常常咱伫教会中间听到的一个例，信徒会互异教的一个观念、思想牵得行。第二方面，互错误的学说牵得行，飘来飘去。这个囡仔呢，有一个性情，这新的佚佗物仔，真紧就安尼生了线，想要讨新的物件。那差不多，若像阮这种年纪的人，买物件拢会考虑较经济、较实用的。这个物件会当用较久，用较歹安尼。少年人的优点是安尼创新，但是嘛真爱缀流行，穿衫缀流行。然后新出来3C的电子用品，就赶紧去买。一个朋友呢，安尼真欢喜，摕迄个 Apple 手机来，互阮讲，我即摆用 Apple 的安尼吼，笑眯眯，这阮囝送的。恁囝遐友好对你遐好，我阁送你 Apple 的。伊讲阮囝都前几工甲我借钱，去买一台新的。旧年买迄台旧的吼，摕来甲友好，听着大家笑甲。你著过去用你家己的钱去买新的就好啊，安尼，用旧的来甲你友好。你看姊妹，少年人爱缀流行，愈新愈好。熟龄的细汉囝嘛是爱缀新的信仰的潮流。那这个好处就是讲，伊会当常常去学习一寡新的知识、财物，缀流行诚做一个动机。这安尼对信仰真有追求若对有特会就去参加，希望会当培养伊家己的信仰。但是这个缺点甲危险就是，有时伊无法度分辨这特会所追求的物件是好毋好，所以有容易互牵得行，偏离信仰的进度。这个特会拢是真精彩，讲话拢真好讲安尼大家团体几千人伫遐唱歌，会当互你的迄种心情安尼很雀跃，你感觉真提升的感觉。我少年时阵嘛，常常参加真侪这大大小小这特会，有一个讲员拢是对国外请来，真好讲安尼。但是即马回想起来，有一寡特会后来就消失去，无阁举办，证明这特会有一寡是一时的一个潮流。初代教会还未建立一个真完整的教义的系统的时阵，有真侪异端学说进入到教会的内面，拢是靠使徒保护教会，抵挡异端的错误，针对这个异端错误内容，将上帝正确的真理来教导教会。所以今日咱伫这个新约会信来圣经内面拢看到这种分野。做者所在拢讲到假先知，爱有防假先知，责备假先知因的教导错误的教导来影响教会这个信徒。伫咱现在较属伫末世的世代，嘛有真侪这异端、各种的神学的学说不断出现。这个学说呢，有时透过这个学术界科技的网络进入到迄个新学院。进入到教会内面，有时阵咱做牧师的人想要去知影一寡最近的一个新学的思想的一个潮流，入去看卖。如果咱若是无真正确真理的基础的时阵，咱就真容易或者不断出现新的这个学说影响引带飘来飘去。信徒也是同款，常常有一寡较特别的教导。像一寡较有意这一寡异端的教会，
有时对学生，有时对一寡教会信徒，进入到这个教会中间来影响。比如说，过去有一个全能神教会，非常热心，进到教会内面参加小组，真热心，大家真意爱因。哇，这个人新的人伫阮这个所在参加这个小组，真热心，会来帮助，但一寡教导拢是非常偏激，甚至出现异端。你若无真细腻的时阵，因会用因家己的疼心、因的热情、因真技巧的讲话方式，还是真新的一个内容，互你听甲呢非常欢喜。如果咱若是无信仰的基础、真理的基础，咱就飘来飘去，甚至偏离正路，还是落入到一间极端的信仰内面。所以保罗。咱知照保罗所讲的，咱就要持守真理，宣扬真理。最近我听一个牧师讲到，咱教会无真理，咱每一个人还阁是伫咧找真理的中间。我听这句话非常非常的着惊，竟然有牧师会讲这种话。但是我想有可能伊是将真理甲神学无真分清楚。主耶稣基督讲：“我就是真理，我来到世上，为着真理做见证。属于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如果教会若无真理，我都毋知伊咧信啥物，伊咧伫教会传讲啥物。那像咧逐会上讲：“阮教会无真理，所以我讲的无一定是真理。”我还搁咧找真理，所以我无确定我讲的到底是对还是毋对。大家听听就好，毋免伤过认真。如果教会若无真理的时阵，咱就无资格甲世间人传讲关系主耶稣基督救恩、永生的愿望、生命的意义、生活的准则，会当指明公义甲正直的标准甲根据是啥物。如果教会若无真理，保罗讲，咱都要持守已经有的真理，要宣告咱已经有的真理。教会有真理。犹大书第3章犹大书第3节安尼讲：我恁提出劝勉、劝告。爱恁为着上帝只有一遍搁教业，只有一遍就教业传授予伊的子民，这个信仰继续奋斗。我读一遍：我恁提出劝告，爱恁为着上帝只有一遍就教业，传授予伊子民，这个信仰继续奋斗。意思是讲，这个信仰早就传互伫教会中间，交付互教会内面，教会拥有这种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关系主耶稣基督本身，以及伊为着咱所做成救恩。这先知的目的就是爱咱偏离主耶稣基督，以及咱对这个救恩的一个信心。搁伫天华台经书第3章安尼讲。这个家就是真我上帝的教会，也就是真理的条则甲地基。教会是真理的条则甲地基，教会有真理。初代教会有做者信徒为着真理来顺道。主耶稣基督的神伫教会中间运行。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条则甲地基，代表咱的主耶稣基督传扬真理。对初代教会到伫现在，教会拢是非常忠心持守传扬上帝的真道。教会有真理，主耶稣基督真理是不变。不过有一个问题是，人的智慧有限。所以，人对圣经的解说、甲神学的一个探讨，会无共款的看法。
我咧想神学家，因是做一个学术的研讨。我若要真做一个神学家，我咧写论文的时阵，我就必须要提出一个神学的一个理论，安尼我才会当出名，也是伫即个学术界来徛起。所以，因为即个关系呢，即个神学一直有一个新的神学的理论，甲新的潮流出现。因为这是神学家因需要做的一个工作。如果若进入到学术界的时阵，你要探讨这个神学，你必须要将这个圣经甲神学放伫理性的层面来思考，伫理性大家当接受的方面摕出来，安尼，才袂常常有真侪哇超出的物件啊，大家无法想象的啊，超出的我无想象啊，你必须要接受而已。你得用理性来说明，理性的解说，安尼人一般的人，包含未信主的这个人，毋是基督徒的人，伊会当接受你。一般的人拢是理性，一般的人伊无法度接受这个超出的物件，所以当你要将这个神学互因接受的时阵，你要强调这个理性的层面。但是问题是安尼，用理性的思考，甲伫理性的层面来了解信仰的时阵，就会小可也是甲超自然的想法有一种的对立，因为超自然的物件无法度用理性来理解，所以慢慢就放弃超自然这个代志圣经超自然这个代志的一个的解说。那最近几十年的中间呢，有一个自由神学的思想。这个自由神学的特性就是理性，所有物件拢需要放伫理性的中间来思考。所以自由神学一个思考的本质，袂当接受超自然的信仰，袂强调主耶稣基督的神性，忽略人的罪性。所以，因将罪的原因归伫社会无公义所造成。主要所基督救恩的目的，是要解决社会群体的罪。因认为社会无公义，若得到改善的时阵，人就会当发挥伊善良的本性，甲伊的潜能，因为伊无相信，一般的人无法度接受人性本恶。人得到救，毋是信心甲认罪悔改，乃是处理社会公义。安尼，主要所基督伊的身份是啥物？伊的身份就是社会伦理的老师，伊来是要促进社会公义的改革。所以，伊的主要身份毋是要拯救人的灵魂。因晓认信心圣经的神性甲启示，因为这是超自然，所以因无接受这个物件。因认为圣经是人对无共款的来源收集过来的一个古典的著作。然后将伊编辑起来的一个经典。因认为圣经无标准的解说，每一个人拢会当根据家己的处境甲需要来解说圣经。这个自由神学呢，因为这是学术嘛，学术自由所以呢，这个伊所讲的物件，你就袂当反驳，因为这是理性的物件，你也袂当来反驳。反倒当人会看清这超自然这是信仰的问题，这是恁基督教超自然的东西。一般的人毋是对超自然的思考来，所以因为这是讲这是自由学术的自由，所以呢，伊就挑战真济过去圣经的解说、传统的神学的观点。愈现代、愈新的神学愈好、愈进步愈正确。西方的教会受到自由神学的影响，所以教会这个会众不断流失。真侪教会安尼关起来，卖掉，也是成做一个旅游的地点。你若去到欧洲，你去参观真侪遮的礼拜堂，你是基督徒会去看，毋是基督徒的人，伊佫较会去看。但是去到教会中间，毋是要找
上帝，毋是要敬拜上帝。伫迄个所在，只不过是要参观真济真水的建筑物，打卡做纪念。教会若毋是真理的条件甲基础，教会就无过是教会，伊慢慢剩一个空壳的建筑物之一。我注意到这几年，接触一寡拄毕业的传道，发觉一个问题：因读圣经读无济，对圣经无熟，但是真够讲这个神学的理论。伫因的讲话、因的表达中间，真少讲到讲圣经安尼讲，主要所基督安尼讲，这就较侪话是拢讲某一位圣经的学者安尼讲。最近新的神学安尼解说，所以当去到教会牧养的时阵，就会产生真大一个问题。信仰基础较浅的会友，无法度分辨真理，就伫这真侪神学的学说中间飘来飘去。哥罗西书第2章讲到，要谨慎，毋通互人用空洞虚假的哲学，甲你迷去，因为这个学说是根据人的传说，以及支配宇宙的灵，毋是根据基督。提摩太前书第6章嘛讲到，提摩太啊，就要持守上帝交托互你的职责，就闪避无敬虔的空谈甲假知识的争论。有人自称有这款知识，直到信仰失落目标。伫听心讲诚实，伫听心宣告真理，所以啦，有人安尼就用这个听心做一个安尼强调。伊讲吼，咱都要有听心圣经嘛讲，咱听合一的见证上重要，所以大家要有风度，咱都要真安尼，较有迄个心胸会当包容接纳各种的神学的理论，将这个信仰的争论放一边，彼此相听就好，安尼。伊要讲啥都无要紧。伊要讲啥神学，大家都神学理论无共款大家拢会使，大家欢喜就好，毋通安尼吵吵闹闹。初代使徒为着保护教会，因的态度就是为真理奋斗，所以因真严格来对抗异端，假先知错误的教导。彼得提醒因。上较要紧的就在圣经所有的语言，毋通照家己的意思解说，因为语言毋是出自人的意思，是人受圣神感动，讲出对上帝来的信息，毋通随便解说。人随便解说的时阵，错误解说的时阵，抵容伊，毋是接纳。毋是因为听心，咱都互相包容、接纳斗少的理论，咱必须要徛伫真理的基础中间，持守真理，传讲真理。犹太书第3节，佮讲一遍：爱恁为着上帝，只有一遍就教业传授予伊子民，这个信仰继续奋斗。咱对圣经有熟无？咱必须要了解圣经的内容，这是咱真理的基础。所以保罗讲，咱就无搁做囡仔，互欺骗者编造出来所有错误的学说，拖底行飘来飘去。伫早上有这个问题，现在这个问题搁愈多。所以咱就用听心讲真实，持守真理。宣扬真理，伫各方面用最头的基督、最目标来成长。所以，持守真理的目的，毋是批判定罪，咱是为着听教会、保护教会，
无互这个异端学说迷去。伫听内面，无表示讲咱会应该对每一个错误的行为、错误的学说、错误的教导、错误的行动，拢得面带笑容，真温柔、长疼心、包容、同情、接纳，大家拢无问题，大家欢喜就好。老爸老母为着疼囝儿，有时出来管教伊的儿女，必须要指出因的错误。面对对外口来的攻击，带囡仔行歹的时阵，父母必须要真刚强、壮胆、强力对抗，来保护伊的家庭，来保护伊的儿女，将因带转来到真理的中间。最后，咱要怎样来持守真理？第一，你必须要明白真理。这异端学说通常拢是存诡诈，包装甲真好势，互你看那真诶，安尼，但是内面藏一寡假，讲起来真好听，所以呢，看起来那真诶，敢若，但是你无得去分辨这个假时，你就真容易受骗。你若是要宣告真理、持守真理，你就要明白、真了解这个真理的内容。你才有法度分辨错误的虚假是啥物。就咱就伫银行也是邮局上班，这个职员，逐工咧摸钱啊，逐工咧看钱，所以因知影真的钱是生做安怎。因为非常了解真的，若是这几百张中间出现一张假，伊就马上发觉。因为为什么咱发觉？咱看袂出来，因看会出来，因为真的因太了解。所以伫中间若看到一张假的时阵，伊马上要抽出来啊！伊袂当互这个假钱揽走入真的钱内面。明白真理，兄弟姊妹，最少有一项，你要非常了解使徒圣经，你要非常接纳使徒圣经内面每一句话到底是啥物？因为使徒圣经是对所有这异端、虚假这个解说。那像一个界线，如果超过这个界线，如果要违背使徒圣经内面每一句话的真实的内容，咱就拒绝。所以牧师进前已经将这个使徒圣经的内容每一句拢做一个纲章互咱来明白，咱来读迄个使徒圣经的时阵，到底是啥物？为什么有这个圣经？因为圣经就是早前针对所有这异端出现的，或者会友信徒产生真大的扰乱，所以定出这个圣经内面就是这最基础、最中心的一个咱的教义、咱的真理。有真侪这解说的圣经，也是学说。有时互咱真扰乱，咱也无得去判断。当然，还有真侪解说，人的智慧解说无共款。总是，若是有超过圣经内面所定的真理的中心，咱就要非常的注意，而且来拒绝。所以你就要明白真理。第二，咱要接受圣经的权威。现代有真侪这神学家将圣经的价值看到足低。像当初所讲圣经不过是人所编造出来犹太教啦、基督教一个经典，所以这个经典因将这个经典甲世界其他宗教的经典更共款的地位，无啥物特别啊。大家宗教那么经典，拢是人写的编出来的物件，毋是出自启示，无啥物新鲜，无啥物特别，毋是安尼。咱接受圣经的权威，提摩太后书第3章讲到，全部圣经是上帝的神感动写的，对着教导、对着督责、对着纠正、对着指示人生的道路，拢有利益。服侍上帝的人装备好势，通做逐项的好事。你在读圣经。
接受圣经，出自上帝启示来写。提摩太后书讲，就用你对我听到这健全的道理做模样，坚持咱甲基督结连来得到信心甲真爱。姊妹，所有信仰的基础，拢得爱用圣经的道理做咱的模样。第三，基督来成长。我最近看一个影片，这影片是讲到一个天才女画家阿基安内。这阿基安内呢，安尼非常有绘画的天才囡仔时就做过画。当然有这特别的经历，这特别的经历都敢若上帝带去到天灵迄个所在，看见天灵一个异象，所以从这画起来。这中间当然咱有一个存疑因为这是特别的一个经历人就当问讲，当你经历这真奇异的事了后，画出这样奇妙的画，这经历对你的宗教信仰有啥物影响也无？你讲伊咧回答我的厝内底嘛信基督教嘛信天主教。某一个人对这个佛教安尼小可有一个兴趣，每一个人拢会当挑出伊的信仰，但是对我来讲，我无属于宗教甲对一个教派，但是我属于上帝。我特别注意后壁这句话，我属于上帝。当然，咱一部分咱嘛是去属于公方教会，因为上帝爱咱每一个人参加教会。诚做教会内面的信徒，咱的生活嘛伫教会中间。不过我特别听到后壁这句话，我属于上帝。保罗讲，要持守真理，伫各方面像基督。所以咱应该持守的，毋是一个教义，也是信念，毋是一个宗教的组织，也是真有真吸引力、真有才能的宗教领袖。有真侪大的教会中间，常常咧讲起伊的牧师创立的教会非常的大，那就教会牧师是一个偶像安尼共款。当然，这是不得不教中间产生的。当然，这一方面来解说，嘛是讲对伊的牧师的一个敬重，对教会一个贡献。不过，所有这真正的领袖，拢知影一项事，袂当将会友带到伊的面前，乃是将会友带到上帝的面前。互伊更较疼上帝，互伊当持守基督这个目标。所以，咱所持守的真理，乃是基督，因为伊就是真理的本身，伊就是教会的头，教会就是伊的身躯。所以，这段圣经内面讲到，咱着爱着基督成长，亲像伊。如果任何的学说，信仰的观念，互咱偏离对主耶稣基督的疼，互咱失去对主耶稣基督救恩的确信，互咱偏离对主耶稣基督教会的威信甲责任，互咱怀疑圣经的权威，安尼咱来起来宣告真理，持守真理。抵挡这个错误的观念甲学说，持守真理，持守基督，互基督伫教会中间，伫你的生命中间，有一个上界尊贵的地位。咱三甲来祈祷，主耶稣基督，愿你做头，伫教会中间，你徛起第一位。主也互阮持守伫你本身。主，阮属于你，也为着你。你活伫阮的内面，阮也为着你来活。主耶稣基督啊，恳求你，互阮紧紧会当来成长、成熟，互阮会当明白真理，也互阮坚定维护真理，保护你的教会。亲像圣经内面一句话所讲的，伫疼心的内面，阮会当
持守真理，传扬真理，用疼心讲真理，帮助我每一个人信约日日进步，遇到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这点咱要三甲来吟回应诗，回应诗485首，主赞愿互相接纳。咱要来吟全首485。唱奉献的诗歌。兄弟姊妹，伫咱奉献的时阵，伫即页中间有一个 QR code， 即个 QR code 你若来翕起来的时阵，你就当进入到咱的奉献即个所在吼。所以咱无法度正常聚会的时阵，咱来关心教会，所以这个 QR code， 咱同工所做，互咱真利便会当进入到这个奉献的所在，阮就知要怎样来奉献吼。所以咱也同款，感谢上帝的手术，感谢上帝的保守。咱三甲来唱奉献的诗。咱三甲来感谢，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深深感谢你。但阮将你所赏赐予阮的财前，予阮的恩典，阮
奉献予你做福音的使用。爸爸上帝，恳求你，阮若用诚心乐意伫你的面前所献的，你就要接纳。我也求你拍开天窗，并落属天的恩典，伫阮遮的诚心乐意献祭予你的兄弟姊妹的家庭。互这兄弟姊妹，因为你的恩典的赏赐，互阮的家庭一切亨通顺利。阮安尼感谢，拢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即条咱要来报告。咱报告第一项是咱要防止疫情的政策吼，咱全国有将第3级的警戒延续到第7月12，所以咱伫7月12进前，咱礼拜日的聚会拢保持用网络来聚会吼。啊，伫7月12以后，就要看政府有甚物款新的决定无？哦，那政府若有新的决定，咱照新的决定来做。欢喜礼拜是伫礼拜日下早是9点吼，有哪透过网络。第二礼拜伫10点半永远透过网络吼。啊，佫有内比古儿童线上礼拜吼，有哪伫下早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依照行政院的规定，进行网络直播的现场工作人员上最会当到5个人吼，所以咱就要配合政府的政策，安尼来进行。伫疫情暂停实体礼拜的期间，请咱兄弟姊妹用咱的网络来奉献。拄则咱牧师也有介绍过吼，咱会当透过邮局的号码来奉献，嘛会当用转账的方式。进入教会的网站顶悬去奉献吼。啊，每礼拜个人的奉献的精神啊吼，精神就是为咱教会本会的乃遐会当显明吼。请各团契、各小组、团队，咱会当用网络维持聚会。并随时彼此问好关怀，若有需要协助关怀的兄弟，请回报和服侍同工。看你回报给咱逐个小组的组长，也是咱教会牧师，也是迄个干事拢会使吼。假使你若咱兄弟姊妹，若有想到即阵疫情的影响，对到你的生活、你的经济有出问题，请你互教会知影吼。咱后礼拜有哪有缘维持这款的方式，要来敬拜上帝。以上是咱的报告，牧师。啊，若无，咱要来念回篇诗，就是咱是522首。仁爱是高宽容，各有慈悲。咱来念圣诗522首，咱有哪要来念全首。做
愿了花赐予恁，保护恁；愿了花互伊的面来光照恁，施恩互恁；愿了花欢喜的面看恁，赏赐恁平安。阿门。阿门。家里默祷闭会哈，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主耶稣基督讲，我将真实的平安赐予恁。这个平安不是世上会当予恁的平安。伫我的内面有平安，所以咱常常倒来到主的面前，对伊来领受真实的平安。在疫情的期间，以及咱生活中间每一个时刻，呼求上帝，互咱出入得到平安，常常来到赐平安的主的面前，伫伊内面有平安。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祝福。好。